公元前850年，希臘失明詩人荷馬，他借用和修改了來自吠陀梵文、蘇美爾文、巴比倫尼亞文和埃及文等古時的神話，寫成了諸神的故事。他的詩如同其他古代神話一樣，非常準確地描述了那些有能力免除舊帝國失憶控制，又能夠不以生物軀體而能運作的現在成為者在地球上的豐功偉績。公元前700年，吠陀經讚美詩第一次被譯成希臘文，這是西方文明的文化革命的開始，由原始殘暴的部族文化轉變為建基於較為合理的行為準則而建立的民主共和體制。公元前638年至公元前559年，梭倫，一位來自希臘的智者，他報道了亞特蘭提斯的存在。這些資料是來自與他一同在埃及學習的舊帝國大祭司克里奧波里斯的深諾費斯和塞譯斯的重契斯。公元前630年，索羅亞斯德在波斯創立了一種以一位現在成為者名為亞胡拉馬茲達作為中心的宗教實踐。這是在越來越多的一神論的神當中的其中之一位。這是統領地行政人員用以取代舊帝國諸神的華麗冠冕的一種體現。